今晚我懷住無比興奮同埋激動嘅心情，以校長嘅身份企喺呢度同大家一齊歡迎大家參加我哋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嘅鑽禧校慶呢一個晚宴。60年前喺修會嘅遠見同埋慈愛之下，上智正式誕生。從當年一所小型嘅私立學校，到今日發展成為深受各界愛戴、擁有30班規模嘅資助英文中學，呢條路凝聚咗唔少人嘅心血。我喺呢度向每一位嘅修女、歷任嘅校長、老師、恩人、校友同埋家長致以最真摯嘅謝意，感謝你哋一直以嚟對上智嘅守護同埋支持。回想我初出茅廬嘅時候，曾經教導我嘅恩師，好似 Mrs. L、Mrs. O、Mr. T.K. Wong 等等，對我哋呢一班新老師關懷備至，讓我哋能夠喺一個充滿愛嘅環境之下工作成長。呢一種愛同埋服務嘅傳承，正正係上智最獨特嘅地方。我哋渴望將智慧嘅火炬以及耶穌寶血女修會嘅精神，即係犧牲與修和，與弱小者同行，繼續能夠薪火相傳，照亮下一代嘅上智人。60載春華秋實，時代喺度變，但係上智嗰份純樸嘅愛永遠都唔會變。未來我哋將會繼續堅守使命，培育更多能夠發光發亮、貢獻社會嘅優秀學生。最後，再次多謝大家出席今晚嘅盛會，祝願大家有一個愉快嘅夜晚，願天主保守每一位。